观众朋友，早，欢迎收看1月1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怡珍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看行政院核定节温适当线综合规划案，同意成案278亿预算，启动相关的设计发包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已经准备好要完成实质人20多年的期待。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，节温适当线综合规划案去年送登去新北市府修正2届，经过交通部国发会审视确认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核定计划。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伫面册表示，这条节温是只等20多年啊，总算是核定计划。希望中央和地方为着双北家人的生活圈继续来打拼。继续来关心苏花公路大清水泵坑放落来，上北甲落南两向拢无法度行。公路总局长表示，现场当咧抢救拍通，目前进度顺利。明仔载15拍通了后，新关节通行，19就会恢复正常通车。那水路运输的部分，目前已经伫花莲港甲苏澳港调动军舰和快船疏运，载民众甲车。另外，代替嘛增加班车，协助农产品的运输。怪手一直清理落落来石头，苏花公路大清水泵坑放落去，现场人员伫两边向中抢通，13已经展开破开大石头作业，目前进度正顺利。今天早上已经完成北侧隧道上方10块的清理，那目前正在清理那个南侧钢构明隧道上方蓄积10块的清理。那这个作业是预计到明天早上8点之前要完成。苏花公路登记，交通部爱航港局调派船，13到15开始往返苏澳港、花莲港免费疏运车甲旅客，甚至连军舰拢来倒3工，代替出动班车协助农山运输。这班火车就好了，能比较轻松吧？不可能去开那个吧？我有想过自己开啊，可是太累了。针对蔬果北运台铁给他们这个折扣，那一辆大概1700块左右。苏花大清水泵坑要变15抢通，暗过抢通了后，会有3工的边坎加固工程，期间管制通行，也就是讲，下到19才会恢复正常通车。消息一出来以后，花莲当地民俗业者真烦恼，北部民众也承认，确实会影响出去佚佗的意愿。西部这边走一走就好了啊，点燃的落实哦也比较危险。如果只是在计划阶段就当然会改地方或改期。花东就不太方便啊，对，就是路啦。本来就要去了，已经订好房间了。对，就是先去宜兰，然后再看状况怎么样。其实越靠近过年，那所谓交通状况的不稳定，对于旅客的心理状况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。不过，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表示，虽然各旅馆已经接到不少游客打电话来问，不过春节订房无明显退订条，旅客有愿咧看路况是不是应伫19准时恢复，退订比例伫10%以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苏花公路大清水泵坑崩山，影响到东部的交通。这届放弃的所在是目前搁咧规划苏花安的路段。交通部答应讲，这届拍通了后会起明隧道，那长期的目标就是苏花安的计划，互东部民众有一条安全的路。不过苏花安的路线有经过国家公园，准讲顺利通过环评，嘛该等9年才会完工。13早起，代替由宜兰开往花莲第一班加班区间车，也比较通勤时间，旅客无济，因为苏花路人登记，铁路运输需求可能增加。但是即马开始到15，国家开宜兰到花莲12班的区间车。我住南澳，不知道这一班啊。南澳、和平、新城和花莲站。往返花莲双向公路登记，交通部定出3阶段目标。第一期抢修要拼礼拜1通车。中期搁起明泵坑，长期要起长泵坑。这摆事故就伫个苏花安计划当中的河仁到中德路段，属于较路石的所在。过去无特别苏花界路段，要起9.7公里的长泵坑。未来在苏花安里面的设计，它是采一个9.7公里的一个长隧道来做处理，那就未来它可以避开
我们这一次探访的这个路段。苏花路人因为地质甲气候条件历年来是一直山崩甲路崩去，当部民众这几年来诉求安全转去。回顾过去，交通部也要提出苏花高速公路方案。2004年，花莲县政府委外民调，高达77%在地民众支持苏花高。2006年，迄时阵也做行政院长的苏贞昌也表态支持去苏花高。不过2年了后，宽屏予委员提回来。2010年降级是快速道路顶级。2021年正名是台九线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，就是苏花改。再去分阶段通车，2021年才全线通车。村内无改善路段是搭接苏花安。整个苏花安，它除了桥龙隧道以外，它还经过太鲁阁国家公园，所以它的环评要做到年底，用4季的环评的资料来说服这个环评委员。所以同时，不管是苏花改，我们把它完成，苏花安也是尽力在完成。2010年，创意旅行社游览车伫苏花公路顶悬，因为大量土石放落去，冰落海底夺走16条人命，加速迄时阵苏花改推动进度。即马苏花路人阁发生大规模放弃，地方是呼吁希望加速苏花安工程，唔通阁延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日报纸写啥物？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。先看自由时报，台湾的果子因果主要是卖去中国，占外销市场8成。不过自从中国禁止咱台湾的农渔产了后，农委会拍拼开展销路。日本去年正做台湾果子外销上大的市场，占46.2%，产值有8亿5千万美金。接落来看联合报。台北市府统计，去年车无登录来让过路人身过案件，处第19121个人，和前年比起来增加5932件，数量是逐年咧增加。甚至有外国媒体讲，咱台湾的交通是地狱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要求加强执行，洗掉歹名声。落尾是中国时报，几若位高层警官、检察官接受招待去800会馆的事件。警政署公布调查处分的结果，拢总有26个人去过招待所，包括刑事局副局长黄建营、士林分局长吴庆宏，阁有高雄市刑大大队长洪尚田，3个人记过一届。来看立法院这个会期延到1月19，要大声处理分6000块的特别条例，再来审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，只要立法院特别条例通过，就会随甲预算送出去。若这预算经过立法院的通过，就会当赶紧分6000块给民众。按照大家关心的内阁改组，总统府表示，等立法院这个会期结束，会向大家来报告。各党团同意，本会期就是第6会期再延至1月19日星期四。立法院中央党团协商执行重视，搁延回到1月19，而且会先处理关系破坏6000的特别条例，搁审中央政府总预算。我想刚才协商的过程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只有国民党反对先处理总预算，就是大家很诚实面对大家在玩什么把戏嘛，是闹戏还是什么，大家各自解读。先审查特别条例。12年度的总预算，希望能够在19号以前能够完成3读。即使年前不能花，国民党团还是坚持希望尽快花。行政长苏贞昌讲，若特别条例伫立法院过关，就会赶紧送出预算；若预算顺利经过立院通过，就会赶紧发每人6000。不过进前，蔡总统定调，立院休会了后讨论调整内阁，即马立法院延回到过年年前，也牵动内阁改组的时间。有关内阁的事情，总统已经一再明白说，在立法院会期结束后，就会跟外界报告。苏贞昌表示，甲总统见面的时阵，有亲自各方面交换意见。即马上重是希望立法院赶紧完成总预算审查，和政府应有预算应为国利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国际消息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以后头一届访问北京，13和美国总统拜登见面，拜登讲会大力支持日本防卫。岸田文雄嘛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谈，强调要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。那中国外交部是呼吁美国要放弃冷战小输的思想。
在北京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，美国总统拜登一见面就亲切握手挨杀死。这是岸田去年10月上任了后第一摆访问华府，也是外国访问的最后一站。拜登表示，甲岸田的会面是美日联名的非凡时刻。I don't think there's ever been a time when we were closer to Japan than the United States. We're modernizing our military alliance, building on Japan's historic increase in defense spending and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. 拜登搁一摆俄罗日本历史性增加防卫支出，岸田也讲到，日本决定为根本加強防御能力，包含有反撃的能力。その中で反撃能力を含む防衛力の抜本的な強化を定め、そしてそのために予算を拡充する、こうした新たな方針を示しました。このことは日米同盟の抑止力、対処力を強めること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きます。在访问北京之前，岸田先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談，強調建立自由甲開放印太地區。過去阿倫敦國家公佈向為國犧牲的軍人致意。中國外交部呼籲美國放棄冷戰零和思維。我們敦促美國的有關政客摒棄冷戰零和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，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，多做有利於增進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，而不是相反。岸田這擺訪問法國、意大利、英國、加拿大甲美國，透過訪問甲 G7 集團成員國討論各項議題，和日本今年擔任輪值主席國嘅 G7 峰會應成功合作。公司新聞陳偉仁報道。鏡頭轉來到國內，真濟國內外研究甲病例攏發現講，為着新冠肺炎了後，無論是輕症、重症，或者是無症頭，攏有可能會留病尾。即馬閣有研究指出講，確診者的腰子、腦甲心臟可能會老化甲真緊，甚至有患者確診了後，顏面神經失調。國內新冠疫情漸漸轉好，13新增加21,384例本土病例，比頂禮拜降差不多21.6%。境外移入有353例，確診個案新增加53例死亡。不過，即馬有美國研究發現，確診新冠的民眾腰子、腦、心臟可能會加速老化，差不多3年至4年。但是真濟介中學確診也加速老化的趨勢，甚至有病患因為新冠病毒竟然引起面部神經失調。我們的顏面神經受到了神經免疫的發炎反應，局部損壞了一些神經的傳導，導致了神經的局部的癱瘓，使得我們顏臉下垂，然後甚至有些人會流口水。指揮中心嘛公布最新中國入境來台旅客採檢情形，1月11日為同機場甲松山機場入境的1685人當中，有201人陽性確診，陽性率是11.9%，是執行採檢以來最低。另外，最近長照機構確診率升懸，指揮中心已經調整大宿舍長照機構公費快篩，照較早住民每禮拜2屆體檢，也甲工作人員每禮拜1屆體檢。招務員雖然他不是得病的人，但是他也會到外面去接觸到一些社區的一些病患，那可能把病毒帶回到長照中心。這些長照中心的這病人呢，說實在的，他們都不能動，他本身又有很多的慢性疾病，一旦傳染開來呢，常常是整個長照中就一起感染。針對本土疫情也閣持續，而且農曆春節就要開始，新北市衛生局也因應注射的需求，閣加開南口甲永高2位機動注射站，呼籲符合疫苗注射資格民眾會當擁有提升保護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年節要到啊，繳收包裹的需求增加。根據郵局高雄分局的統計，今年過年寄的量平應過增加1成。若陣這幾日無寄出去，恐驚都袂赴佇過年前收到咯。另外，佇屏東九族鄉有一條街仔，攏咧炊甜粿，手感好滋味，佇過年前是真搶市。郵局員工加緊速度，將包裹分類一車一車送出去。農曆年要到啊，包裹寄貨量達到高峰。高雄郵局統計，今年寄貨量比往年增加1成。提醒民眾，若是要佇農曆年假前最後上班日19收到，13就一定愛寄。貨物多啊，怕太多了。我們比往年的話，我們大約增加10%左右。我們一定會動用加班以及家人的方式來完成我們的投遞的時效。
为了消化包裹，高雄邮局讲会家人加班运送，互民众如期收到货。命过年甜粿是应景的食物，屏东九如乡这条街，逐年过年前一礼拜都陆续会闻到甜粿味，因为街仔几路户人拢会手工做甜粿，互民众过买。有一户人是做甜粿超过50年，为阿嬷的手头接来继续做。有的是提早20岁，有的18岁，这无得确的。啊，阮是拢较晚、较晚、较早，啊人也来预约看偌济吼，啊就甲登记起来安尼。好，我旧年要参大来参大拢无，我伊摊多来就甲我讲，我看见要客倒来。业者讲，差不多一礼拜工作日做偌济甜粿无法度计算，因为有当时订单一日来都是20外个，要网络做伙购买，不过一定会尽量冲关数量，满足民众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搁一礼拜就要过年啊！白抢的价数最近是愈来愈贵。家己当州的鱼翅啊，1公斤重的白抢就花到2500块。鱼贩仔讲，今年的白抢量少价数悬，其实买金抢甲乌抢嘛是袂歹选择。要买鱼仔，民众伫鱼市场内底细价了解价数，鱼贩嘛无用咧整理手头的鱼仔。嘉义县当州鱼市场前2日白抢的价数为平常时的1200、1300，一直花到2500。这只大概快2公斤。2公斤，现在1公斤大概价格多少呢？就2200至2500。哦，那这只大概多重？4000多块。啊，悬到啊，就1年才一届尔。爱食嘛是该买啊。今年白抢因为量少，佮加上过年有好客调的意义，所以这阵仔价数开始一直起。去市场的人就讲，除了白抢以外，其实佮有一寡鱼仔嘛是袂歹。它白鲳这个话大概3、4尾1公斤，然后这1公斤大概800、900块。金鲳鱼的话，这个大概2尾1公斤，这个大概300块左右。乌抢啊，银抢啊，干怎啊？价数较俗啊。鱼贩指出，土特白腹啊，佮有养殖的鹅啊，同款有过年好客调的意义。目前拢当着时，嘛会当互买款年菜消费者有负担较轻的选择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今仔日是大学考试的第2天，今年全台湾有118000多名考生，因为有停考的加技职的学生，所以比去年加2000人。这届考试由于受到疫情影响，无开放家长陪考，不过确诊轻症、无镜头或者是快筛阳性的考生，拢会当参加。进入考场之前，先甲朋友做最后的复习。大学学测第1天，大先考的是数学 A， 因为最近这几年数学 A 好歹考无稳定，互外界认为鉴别度无悬。不过这届考刷了后，学生囡仔普遍反映好歹考有小可调降。跟1比起来简单蛮多的，我觉得可以难一点点，因为它有一些题目是你看就差不多就知道了。在题目叙述里面，对于连结解题概念这件事情，事实上是比去年容易的部分。如果有熟练课本的部分，其实在这方面也可以掌握得不错。数学科老师认为，考题好歹考重啊，而且有鉴别度，期待未来拢会当继续维持。但是自然科纳入新冠肺炎诺贝尔奖相关的时事议题。以物理来讲，偏向基本题型；化学是考验计算甲论理推算；生物甲地科拢看到跨领域的概念，好歹考重啊。今年化学考题的图表题占比非常高，学生必须要能够熟用分析、统整还有推理的能力。COVID-19 疫情相关的额温，呼应了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和环境永续的热门时事。这届学历测验开放予确诊轻症、无镜头加快筛阳性的考生参加。13零点前自主通报，会安排居家护理考区。今仔日0点了后确诊是伫原考场由自主通报，佮安排到备用防疫市场。大考中心统计，自然科拢总262个人使用居家护理市场，也有18人因为发烧，也是今仔日确诊这个情形使用防疫市场。但是数学 A 考试初步统计有27件违规，依照袂使查的物件去考试做为上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下晡就要开始变天咯，因为风面接近，中部以北会开始落雨。明仔载阁有一阵冷空气接续落南，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等级。后礼拜一北部平地温度上低可能会降到剩8度，而且会一直寒到过年。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资料。北部地区19度到28度，
中部地区20度到27度。南部地区20度到28度，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，外岛地区14度到23度。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怡珍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